拜二就要开学啊，为着要确保这学生囡仔上下课的交通安全，几类民间团体针对6都高中以下摕到国土署补助的学校，经19间出来检视这学校4科练等安全，平均分数干那33.79分。民间团体就质疑讲，这政府投入48亿的经费，虽然无发挥作用。板桥中庆国校的校园边无设人行道，行无几步路，搁爱闪电火条啊！若无设立，就去互车压到。若是这个所在，就连过马路拢有障碍物挡掉咧。学生囡仔若要过马路，就会去互这个旧衫回收收挡掉咧。若是要过马路，就爱向头前一步，看卖头前敢有来车，安尼实在是真危险。为着要保护学生的用路安全，国土署伫咧113年有投入48亿的经费，要改善校园交通环境。不过有民间团体质疑讲，这48亿的经费无发挥效果，因为因针对6都内底19间学校进行调查，发现完全拢无及格。及格分数是60分，但是我们这次检核的结果呢是33.79分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些学校在虽然已经通过改善了，但是改善完的结果还是差强人。民间团体指出，这间中庆国校是全新北市分数上低的学校，敢若22分。除了路面无够宽，就连学生行路的空间拢会去铁网仔砸掉咧。因为那边的行走的部分是比较危险的，所以那时候养工处来跟我们做过讨论。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呢，会针对我们的泳池的围墙，然后内缩大概150公分，然后做一个安全的步道，让学生跟行人可以步行。学校表示，目前拢总有98个志工警察咧协助学生过马路。去年嘛有申请国土署的补助，做人行道拓宽的工程。也那国土署是回应去年开始，拢有伫咧线顶提供街仔路改善平台，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力量，斗阵改善台湾行人交通的环境。记者戴阿双、柯品哲新北报道。